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金华城的弊案。台北地检署是针对第一波收押的被告沈庆京甲严小薇来申请着延长收押。沈庆京是昨下晡来开庭，再起是严小薇。另外，郭文摕的随身碟有注记几下的财团的负责人甲数字，包括家人市长谢国良互注记200。谢国良早起嘛到廉政署来作证，然后到台北地检署做笔录。今天想要什么事情来廉政署？做个证。检廉侦办金华城案件，伫第一波收押期满前，团重要的人物家人市长谢国良。对政治现金那个事情吗？穿西装双手合十，记者甲问，敢是为着政治现金来？伊点头，抑过其他无加讲。再后悔哦。检方所说，民众党主席郭文摕靠着一个关键的 USB， 也就是随身碟，对了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千五、东鑫集团总裁王玲玲，拢伫名单内，更加看到家人市长谢国良200。谢国良证言讲是家族的四大交代，关政治现金，甲郭文摕交朋友，今日到廉政署。另外，尹小薇甲沈庆京继续收押，上紧后礼拜1有结果。进前，台北地法院裁定，口仔土地已经准啊，顶我开发提出控告，归认定讲，敢有必要口仔第三人的财产，伫昨已经撤销原裁定，发回台北地法院竞裁。鼎岳不是第三人，他是当事人啊。2019年，鼎岳已经买了这个西松段156地号，也就是现在金华广场哦，这一块土地。2019年之后，他才是土地所有权人。随着政商界重要的人物陆续被检方传起问，金华城的真相将会愈来愈清楚。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